是否需要邀請公眾就3項附屬法例表達意見？我覺得唔需要，因為其實呢個嘅法例嘅推動咧，我相信已經好多市民都已經熱切盼望，因為都係牽涉到嗰個嘅車輛嘅駕駛安全嘅問題。林順潮議員，同意啊，係唔需要嘅嚇。好，阿郭玲麗議員。係主席，我都覺得係唔需要嘅，因為其實關於公眾安全呢一樣嘢咧，其實大家都一路講咗好耐，同埋由22年到而家，我好相信咧，其實運輸署都做咗好多嘅係公眾一啲嘅諮詢。我都贊成係唔需要公眾諮詢嘅。佢主要原因就係因為如果我哋做公眾諮詢嘅話，會影響到我哋今年冇辦法過到。我認為咧，政府應該要盡快去過咗條法例，即時進行一啲嘅檢討，然後咧就睇翻呢啲枝節嘅細內容咧，去進行下一次嘅修訂。呢條例可能帶嚟嘅瑕疵咧，其實亦都唔係話非常之重要。就我見得到就係絕大部分表示即係有發言嘅都表示係唔需要做呢個公眾嘅諮詢嘅。